哥林多前书第5章，我最近听讲，你哋中间有淫乱嘅事，这种淫乱连基督徒中间也无。我听讲有人同到加后爱，你哋行自高自大，你哋应该感觉痛心，将行这种事嘅人对你哋当中逐出去。虽然我嘅身体离开你哋亲远，总是我嘅心同你哋共下。我已經奉我哋主耶穌嘅名，聽行這種淫亂嘅人做有罪，像我係在你哋嘅位窮樣，你哋在智慧中，我老你哋同心，靠我哋主耶穌嘅權能，你哋應該將這人交本撒旦，本撒旦毀滅佢嘅肉體，使佢嘅靈魂在主再來嘅日會得救。你哋自誇係真唔錯嘅，你哋敢唔知一系列發酵就會使鬼團面發起來。你哋既然係無發酵嘅面，愛除脫罪，像除脫舊發酵一樣，你哋將會像無發酵嘅新面團一樣完全強力。我哋盼過節嘅筵席已經準備好了。因為基督盼過節嘅羔羊已經為我哋犧牲，所以我哋過盼過節嘅事做唔得用舊發酵，就是有罪留邪惡嘅發酵，而用無發酵嘅餅嘅，就是有純潔留真理嘅餅嘅。以前寫本你哋嘅信呢，我是警戒你哋唔好同淫亂嘅人來往。我唔係指這世間一切淫亂、貪心、造賊，也係拜偶像嘅人來講，除非離開世間，愛同這種人隔開，係無可能嘅。這下我寫信呢，老二就講，唔好同自稱信徒，有犯淫亂、貪心、拜偶像、辱罵人、酒醉，也係造賊嘅人來往。就是同這種人共作食飯也做唔得。我做乜嘅愛使審判教會外嘅人呢？上帝自然會審判佢哋，仲係教會內嘅人，你哋敢唔使審判嗎？像聖經所講，愛將嘅邪惡嘅人對你哋當中逐出去。